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4号。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糾治的第127天，也是哈梅內伊得道成仙的第127天，同時也是穆吉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發的第127天。就在今天，伊朗全國上下進入這個叫哀悼儀式，伊朗對前領袖哈梅內伊舉行了國葬。那即便在很多國外派出使團，還有其他的宗教界派出人士到伊朗對進行哈梅內伊進行弔唁，但是哈梅內伊的兒子伊朗的新任領袖穆吉塔巴依然神隱不見蹤影。所以我們來看一看到底怎麼回事。根據央視報道，7月3日，伊朗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及其家屬棺椁被安放在德黑蘭的伊瑪目霍梅尼大清真寺，多國代表出席了阿里哈梅內伊的送別儀式。哈梅內伊在美國、以色列2月28號混合糾治過程中由於手術失敗導致遇難。按照計劃，伊朗將從7月4日起為哈梅內伊舉行葬禮。7月4日、5日，公開的悼念儀式將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7月6日，在德黑蘭舉行送葬儀式。7月7日，在伊朗聖城庫姆舉行送葬儀式。還應伊拉克方面要求，7月8日，在伊拉克兩座什葉派聖城叫納傑夫和卡爾巴拉舉行送葬儀式。7月9日，阿里哈梅內伊及其遇害家屬送葬儀式將在伊朗聖城馬什哈德舉行。儀式結束後，哈梅內伊的遺體將被安葬，也就是說實際上從7月2號開始一直到9號安葬，這一個星期折騰來折騰去，折騰好幾個國家，伊朗、伊拉克好幾個城市的花費不小。我看媒體報道，為了應對很多人到德黑蘭去弔唁，當地準備了麵包還是哪，伊朗的一種食物5000萬張。那伊朗人口在多少啊？那不排除有人是純粹去蹭吃蹭喝的，因為伊朗現在老百姓肚子吃不飽，伊朗通貨膨脹，老百姓一個月的收入還不到，對吧？買不了幾斤雞蛋，買不了幾斤羊肉、雞肉，通脹非常嚴重，很多人沒有工作下崗，因為你看網絡中斷多長時間，對外貿易等等全部中斷，老百姓可以說勒緊褲腰帶，水深火熱之中。我記得伊朗當局給伊朗人承諾一個月發7美金補貼，這個7美金的補貼實際上也就是50塊錢人民幣。我記得我上大學的時候，國家補貼一個月大概就是49.5塊，好像是。這可是30年前49.5塊能幹什麼？也就是你饅頭加榨菜應該可以，你就中午2饅頭，晚上2饅頭，吃鹹菜能對付。我為什麼這麼說呢？是因為我有認識的人，他家裡確實比較困難，他就這麼過來的。那家裡沒錢給他，他就靠國家補貼那50塊錢，他就這麼對付。那是30年前，那現在伊朗人國家給他補貼7美元，那哈梅內伊這個國葬要花多少錢？你想2個國家這麼多城市，這麼多人還安保一大堆的，那你就說國外派來的這個團體，你比如說大俄派來的梅傑夫。那梅傑夫人家以前當過總統，還當過總理，那這級別不低啊，喜歡喝2口，早上來點早酒。那你說伊朗方面還得安排梅傑夫不喝點早酒，他就不開心，說話也說不好，不在狀態。梅傑夫的專機到了，他在德黑蘭表示：“我們與伊朗人民一同哀悼最高領袖偉大的阿亞圖拉賽義德·阿里·哈梅內伊。”這到底幾個人呢？說不幸殉道，我們與你們同悲共泣，但這份悲痛將伊朗人民團結在一起。他們沒有屈服美國及其他盟友施加的壓力，在這場鬥爭中堅守立場。我相信最終他們必將取得勝利。伊朗人，今夜我們都是德黑蘭人，哈梅內伊不哭。實際上，雖然伊朗方面極盡邀請，全世界到處邀請，但是除了巴基斯坦是總理和總參谋長穆沙拉夫去了，他2人是当權派，他們去了，其他的好像沒看見有影響力的。伊斯蘭堡派人去，這也可以理解，因為他們都是叫什葉派，巴基斯坦什葉派信眾非常多，所以說他們或許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還有穆沙拉夫，他本人恐怕就是什葉派，那他們去可以理解。那其他的國家應該沒有
什麼級別比較高的去。你比如說，在這之前不是媒體報道嗎？那極力邀請印度總理莫迪去參加，不是傳言莫迪要去參加嗎？那好像莫迪也沒去。我看報道，那西方媒體就開始報道了。他說，沒有世界主要領導人出席在德黑蘭舉行的哈梅內伊葬禮。被殺害的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在德黑蘭的葬禮和埋葬，在沒有任何全球大國領導人出席的情況下舉行的。儘管有伊斯蘭共和國邀請，但俄羅斯、印度和土耳其只派出了低级官員。反正媒体報道是莫迪真的是接受到了邀請，人家本来還傳他去的，估計臨了正要上飛機的時候，一看一打听，其他国家都沒去，就派梅杰夫去了。那咱这個也得降級，所以這個莫迪趕緊下飛機，幸好沒起飛，所以說只派出低級官員，而外國客人主要由非政府、什葉派代表團、宗教代表和政治团体成員組成。那這個大家也知道，印度派出的代表，反正印度人自己都不知道，好像在印度電視上也沒怎麼見過，是印度議會的一個副議長出席哈梅內伊葬禮。那都傳言印度跟伊朗關係好，那是正義聯盟，一個是二哥，一個是三弟，大哥地保都沒去，地保派去了。梅杰夫這級別可以啊，因為雖然現在的職務有點尷尬，是安全委員會副主席，對不對？就是官，你說不是吧，他就不是，那全看地保。地保說你有權利，梅杰夫就有權利；地保說你没權利，你就負責喝早酒，喝醉了就開始扔煤氣罐就完了，那他就沒權利，就這種。那印度派出去的是個醫院的一個副院長，這副院長反正在印度晚上7點的節目裡面好像都沒見過，這名字印度人聽着都陌生，那就說明二哥派去的也是降級了啊，也感覺規格在。哎，你看我派去的咱那應該是副國級，但是不認識生面孔，也很有意思啊。這實際上這就說明問題了，為什麼？實際上有很多印度盤判的他搞不清楚，印度跟伊朗的關係啊，實際上沒有什麼結盟。什麼夥伴？印度跟伊朗的關係純粹是一，那大家都是目標都一樣，都是因為一切責任在美方，這有共同語言，對吧？這是第二個。那印度從伊朗買油，這全球其他國家不敢買，這個是貝森特說的。這貝森特他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居然說，他說我們已經取消了對伊朗石油的制裁，但除了印度之外，沒有其他國家購買伊朗石油。而印度在伊朗石油受到制裁的時候，就已經在購買伊朗石油了，因為其他國家擔心美國會重新制裁。那現在媒體在報道，這伊朗跑去日本，讓日本買他們的油。那日本人說，我倒是想買，你能不能讓老美大哥啊把制裁延長一下，別到時候這邊，對吧？咱這交易還沒做2船，錢給你打過去了。但是那邊就一制裁，我這不是歇菜了嗎？我可不像印度，印度的不怕美國制裁，我們可惹不起這個美帝，是吧？所以說，這日本就告訴伊朗，你還是跟美國溝通一下，能不能制裁解除制裁，能不能延長一下？給個承諾，延長2年，那咱們才能做。你這解除制裁才60天，到時候隨時有制裁上了，那我保證金萬一什麼定金交了，对不对？那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嗎？所以说日本就不敢買，這是貝森特自己說的，說實際上其他國家現在都還不敢跟朗子買油，就是害怕美國後面制裁，這不確定性。那只有印度啊不怕啊，印度買了。但是所以我刚才說了，印度主要跟伊朗是買油，第二個就是大家的共同的這個責任對象都是美方，有什麼事責任都是美方，所以說這方面有共同語言，這就僅僅就這些了，其他沒有了。這個朗子堅持要在霍爾木茲海峽收費。那麼印度的外交部就說了，有記者問印度是否接受，就問印方是否接受就過航霍爾木茲海峽支付費用。印方外交部發言人說霍爾木茲海峽是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盡早恢復海峽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峽通航問題應該得到妥善處理，穩妥回應國際社會的普遍關切。印方願同有關國家和國際社會就此保持溝通。你看印度一般這麼表態，那就是不同意唄，說了要自由通行，恢復海峽自由通行，是符合各方利益，穩妥回應社會普遍關切。國際社會普遍關切是啥？是讓他收費是嗎？
所以說印方比較委婉的表达了不同意收费，你就回到战前就完了，別的找事。所以你看，這完全是印度官方表態和印度民間這些談判们的完全不一樣。那不就希望這個朗子趕緊收費，還有印度雕盤大師天天就鼓動着伊朗收費，伊朗海峽武器化，也就什麼叫不对称優勢。你看這一次印度派去這個醫院議會的一個副議長，那是表明，而且這個人很臉生，就表明二哥跟三弟之間關係也就那麼回事，不要外界不要亂猜，就那麼回事。好，議會議長加里巴夫，伊朗的，他對媒體說：“我即將訪問印度，任務是將德黑蘭與新德里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想到的挺美。這個卡里巴夫被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任命為伊朗跟印度之間的全權叫什麼事務代表，也就是說，印度你跟朗子合作，你遇到任何問題都由卡里巴夫統一解決，就這一個接口，你不需要一會兒衛隊，一會兒跟穿西裝的，一會兒扯來扯去的，你就找卡里巴夫就行了。他是全权代表，他來幫你協調，是吧？任命了卡里巴夫是伊朗對印度的一個特別事務代表。這個卡里巴夫說：“我要到印度訪問，我提升印度跟伊朗的戰略夥伴關係。”那說來說去就是希望印度承諾，你得把我的油70%買了，報銷完了就給我漲價，以前是打8折，現在能不能9折或者是原價？就這個意思，都想找個大客戶簽個長單，那這樣就穩了。剩下的油再找日本，找另外一個印度去買，找韓國再買高價，這都是這麼想的。路透社7月3日報道，3名伊朗以及西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開始與日本企業就石油銷售展開談判，但潛在買家就是日本，希望美國延長制裁豁免期限，並希望獲得有關海灣地區航運安全的保證。按照貝森特的說法，到目前為止，朗子賣出去5000萬桶的石油，那可能都是打折賣給了印度，也是大部分，也不能說全部。這就是貝森特的他說的，對媒體說的，說除了印度之外，沒有其他國家購買伊朗石油，因此伊朗石油目前仍以折價出售。美國總統特朗普他自己4月份就說了，他自己對媒體說，他也不指望印度停止購買伊朗的石油。這為什麼呢？這大家都懂，你要不讓印度從伊朗買油，那這個油價還得暴漲。所以說這有的時候很多事情他沒有辦法，也叫牽一髮而動全身。所以這也是特朗普就不願意印度跟伊朗買油而撕破臉，說我要制裁你，那你要制裁，那好，那就2種情況，要麼印度也制裁你反擊，這也不好，撕破臉。印度那行，我不反擊，那我去哪兒買油？那油價就飆升，通脹更嚴重，油就不是100美元一桶了，最高可能飆到150了。所以說這個也是沒有辦法。所以說大家要搞明白這個印度跟朗子也這麼回事，從他派的這個代表就知道了。就是這個伊朗的現任領袖穆吉塔巴，為什麼神隱這次也不出來？如果媒體報道是因為穆吉塔巴的安保團隊認為這個有風險，不排除以色列、摩薩德，甚至還有美國中情局，是吧？利用這個機會也要斬首行動。那當然這個風險是有的，因為畢竟哈梅內伊就這麼走的，特朗普、內塔尼亞胡這些人都是不講武德的人，防是應該的。但是這一次一定過了，一是他爸的葬禮應該參加，第二個你就再害怕，你跟着梅姐夫一起不就完了嗎？你站着梅姐夫邊上，對不對？誰還敢動梅姐夫嗎？這特朗普再昏頭是不是？那内塔尼亞胡再混賬，再混蛋，再膽大的，他也不敢去炸這個梅姐夫吧？穆吉塔巴出來，你跟梅姐夫手拉手，對不對？手挽手，一顯得跟老大關係好，親密無間；二這個有防身吶。哎，美國和以色列還有那樣的武器嗎？兩個穆吉塔巴和梅姐夫倆站一塊，手拉手，你能把穆吉塔巴給做了，梅姐夫毫髮無傷，能做到嗎？做不到啊，对不对？那多難。所以說，我覺得安保只是個借口，應該是有別的原因，恐怕不方便見人。實際上，我對伊斯蘭教義我也不太明白，但是我知道一點點，也就是穆斯林反對厚葬，他們是反對這種喪事大操大辦的，他們提倡這種簡辦，是吧？這是我大概知道一些。大操大辦喪事違反伊斯蘭教義，肅葬簡葬是伊斯蘭的明確要求，
他們把去勢叫歸真，叫返璞歸真，叫歸真。歸真72小時之內要下葬，不管什麼原因。所以说他们搞的葬禮啊，一般都是親戚附近的人，不會什麼大操大辦，是要請好多人來，因為他就72小時，跟中國很多地方漢地啊要求是一樣的，漢地好像也是72小時，就是3天，停靈3天，很多地方都這樣，個別地區是吧，停7天、10天什麼之類的，對吧？有，但是我了解大部分地方都是3天。那我看有網友分析，他說伊朗的毛拉政權將哈梅内伊的葬禮變成了對沙特阿拉伯的右翼敵對行動，也就是他2個教派之間，他們的教義有很大的分歧。說當這個沙特的代表團走進棺木時，為他們選擇的誦讀經文是《古蘭經》家族章，就是 3.13 節。那這一節的經文恰恰是描述什麼巴德爾戰役，那這個就讓阿拉伯沙特就比較尷尬了。每一個代表團走到他們的一棺木邊上瞻仰的時候，他都配不同的古蘭經經文，這都不一樣。那這就說明伊朗方面可能是刻意為之，讓沙特阿拉伯尷尬了，利用這種場合還在搞鬥爭外交，就是意識形態的鬥爭。那你沙特你派團去幹啥，對不对？非要走面，你不走這面不就完了嗎？人家不就侮辱不到你了嗎？人家自己兒子都不參加，你去幹啥？你比他兒子還孝順，不是丟人現眼嗎？我看有印度媒體報道說，印方就有關國家籌辦大型悼念活動答記者問。有記者問說，據媒體報道，伊朗方面正在就哈梅內伊逝世後葬禮及相關紀念活動進行大規模籌備，引發外界對該國財政開支、資源消耗以及社會動員規模的關注。請問印方對此有何評論？印方外交部發言人表態說，印方注意到了有關報道。哈梅內伊先生是伊朗卓越的最高領袖，他的一生致力於維護伊朗的國家主權、安全與民族尊嚴，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於他的逝世，印方再次表示深切的哀悼，並向伊朗政府和人民致以誠摯的慰問。作為伊朗的重要夥伴，印方一貫尊重伊朗的人民選擇，尊重伊朗的歷史文化傳統。我們相信伊朗政府和人民能夠妥善處理好相關善後事宜。同時說，印方也一貫主張，無論在國家治理還是在社會風尚的建設上，克勤克儉、艱苦奮鬥都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和諧穩定的核心根基。正如印度古老智慧所揭示的那樣，厲行節儉，反對浪費，不僅是一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各國內部凝聚民心、固本培元的重要抓手。當前國際地緣政治形勢錯綜複雜，全球經濟復甦面臨多重嚴峻挑戰，中東地區更是處在安全與穩定發展的關鍵十字路口。作為該地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中樞國家，伊朗當前在改善國內民生、優化財政結構、推動經濟包容性增長上面臨着現實而長遠的任務。在這樣的發展階段，我們認為，無論是面對重大的節日慶典，還是面向高級別大規模的紀念活動，摒棄盲目攀比，反對大操大辦，防範奢靡浪費，均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與深刻的發展啟示。重大紀念活動應當注重精神內核的傳承，而非排場規模的疊加。任何偉大領導人的精神遺產，其核心都在於為人民福祉奮鬥的宗旨，而非葬禮形式上的高規格與大額資源消耗。印方的實踐經驗表明，奢靡之始，危亡之見。過度動員社會資源，盲目鋪張，極易演變為流於形式的走過場，不僅無法真正彰顯逝者的歷史功績，反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政府財政的沉重包袱。其次，保障民生、體恤民力是鞏固社會公信力的必由之路。廣大基層群眾物質生活獲得感與精神安全感，才是一國政權最堅實穩固的政治紅線。當前形勢下，將更多的財政預算與戰略資源向教育、醫療、就業以及關鍵基礎設施建設傾斜，不僅符合廣大基層勞動者的根本利益，也是應對外部制裁、激發內部經濟活力的根本解法。
如果將大量本應用于改善民生的寶貴資源用於階段性的高標準宴請或大規模式動員，極易造成人情成本的無端空耗，甚至在社會層面引發攀比之風，這與綠色文明健康的現代化發展理念是相悖的。再者，推進移風易俗、倡導簡約文明的新風尚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應有之義。印度政府長期以來堅持在全社會倡導婚事興辦、喪事簡辦、於事不辦的文明理念。這一機制的成效不僅有效減輕了基層社會的經濟負擔，更在增進群眾福祉、培育健康人性的生態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紐帶作用。我們希望並相信，作為擁有深厚文明底蘊的古老國度，伊朗在籌辦相關追思活動時，能夠兼顧歷史傳統延續與現代治理效益的平衡，既體現出對歷史人物的尊重，更展示出面向未來的理性與務實。總而言之，印方再次強調，印度始終不渝地奉行不干涉內政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我們對伊朗國家內部事務的關注，始終基於希望戰略夥伴能夠行穩致遠、繁榮昌盛的善意出發。我們真誠希望伊朗各方能夠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凝聚國內共識，把有限的資源優先配置到關乎國際民生的與長遠安全發展的核心領域中去。印方願繼續同伊方一道，本着務實、高效、互利的原則，全面深化雙邊友好合作，共同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穩定貢獻力量。這是印度外交部奉勸伊朗方面不要鋪張浪費、大操大辦。我們再看這個對毛拉政權有點不太好的消息了，就是他的隔壁鄰居伊拉克現在要變天。什麼變天？就是伊拉克新上任的總理要根除盤踞在伊拉克的這個毒瘤，就是什葉派民兵武裝。大家都知道，這什葉派民兵武裝背後就是伊朗資助的。伊拉克新的總理本人也是什葉派，但是他毫不留情要鏟除這個毒瘤。伊拉克總理用雷霆手段震懾伊朗，同時向親伊朗武裝發出最後通牒，在最終大限到來之前放下手裡的武器。伊拉克政府發言人阿布迪表示，該國政府已要求境內所有親伊朗武裝團體，就是什葉派民兵，在9月30日前解除武裝，並強調這一日期與美國領導的聯軍撤離伊拉克的最後期限完全一致。就在阿布迪發布聲明前一天，伊拉克總理扎伊迪調動反恐部隊突襲首都巴格達，抓捕了43名政界人士與商人。連續2天的強硬動作，標誌着這位上任不到2個月的新總理正在對伊朗苦心經營多年的抵抗之湖體系發起正面衝擊。伊拉克戰爭後，伊拉克國內湧現大量受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民兵組織，經過20多年的演變，這些組織多數已被整合成準軍事部隊、人民動員部隊框架之內，成為伊朗抵抗之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經過多年經營，民兵組織的勢力早已深度滲透進伊拉克政壇，所以此前歷任伊拉克總理對於這支游離於國家正規軍之外的武裝力量，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多就是口頭呼籲其放下武器，從未有人將強制命令擺上台面。轉折發生在今年5月，由於特朗普政府明確反對親伊朗的前總理馬利基重新掌權，什葉派政治聯盟需要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技術官僚來填補總理位置。出身商界、政壇資歷尚淺、看起來比較穩妥的扎伊迪最終成功上位。然而，這位被視為妥協產物的新總理，在上任後迅速展現出遠超外界預期的強硬手段。也就是很多人都這樣，在掌權之前當太子的時候顯得憨態可掬，是吧？人畜無害，對吧？甚至可以培養成傀儡，提線木偶。但是他一上台之後，不好意思，对吧？立馬血雨腥風，是吧？那這個扎伊迪就是這樣的人，上台之前裝得非常能夠控制，易控制，沒有任何野心。但是一上台馬上就不一樣了，超強硬的手腕。他發起了波及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3大陣營的大規模反腐行動，同時在對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民兵問題上採取了前人們從未有過的強硬姿態。
就在宣布繳械期限的前一天，扎伊迪調動伊拉克反恐部隊進入巴格達綠區，抓捕了43名涉嫌貪腐的政界人士與商界人士。被捕人員中包括多名與前總理馬利基和蘇达尼關係密切的什葉派核心人物，也涉及部分遜尼派和庫爾德人官員。但真正值得玩味的是，抓捕行動開始於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訪問巴格達前幾個小時，這讓外界懷疑此次行動不僅是為了反腐，還是要給德黑蘭一個下馬威，以便在什葉派民兵等問題上施壓。伊朗尚未就此做出正式回應，但在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倒台，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損失慘重，抵抗之湖體系岌岌可危的大背景下，伊朗不可能輕易放棄伊拉克。扎伊迪此次畫出了3個月期限，可以視作是同阿拉格齊離開巴格達對德黑蘭展開了新一輪施壓。扎伊迪本人屬什葉派陣營，但其政壇根基並不牢固。他現在敢於對親伊朗民兵下達繳械令，應該是基於2個判斷：其一，經過2次軍事衝突，伊朗自身損失慘重，地區影響力大幅下降，也就是大哥不行了，背後靠山不行了。有部分什葉派民兵組織已選擇退出人民動員部隊，轉而聽從伊拉克中央政府的調度指揮，這讓扎伊迪認定時機已經成熟。其二，特朗普政府在削弱伊朗在伊拉克的影響力這一事上態度堅決，這成了扎伊迪可以借助的外部力量。美國在伊拉克軍政體系內至今保持着相當的影響力。伊拉克政府在維持日常運轉、應對經濟困難的過程中，也確實離不開美方的經濟援助。這種依賴使得伊拉克什葉派勢力沒有底氣與華盛頓叫板。扎伊迪現在可以吃虎皮做大棋，借助華盛頓壓力來完成自身目標。至於伊拉克政府發言人提到的聯軍撤離一事，實際上是拜登政府時期就已經敲定的安排，也就是美軍聯合國部隊有序撤出伊拉克，這個是按照既定計劃。實際上，伊拉克的這個新總理扎伊迪，他本人是什葉派，那為什麼這麼強硬？趁這機會，實際上就是趁伊朗，就趁你的病，要你的命，趁你現在自顧不暇，人家就要清理門戶。而你看敘利亞那邊，人家已經變天了，朱拉尼已經上台了。朱拉尼以前跟伊朗打，伊朗派兵去鎮壓朱拉尼，是幫巴沙爾的，已經變天。這個真主黨武裝現在已經交給黎巴嫩政府了。本來特朗普是希望朱拉尼帶人去打這個真主黨，因為真主党是伊朗人，伊朗的找朱拉尼跟伊朗是有仇的。但是朱拉尼好像後來是因為黎巴嫩不愿意，黎巴嫩政府軍要去對付黎巴嫩真主黨，美國給錢、給武器、給情報，所以說你看真主黨也夠嗆了。而人家政府收拾內部，那伊拉克一樣，伊拉克是人家內政，對不對？你這個時候伊朗你要干涉伊拉克、干涉黎巴嫩內政，中東地區的玩業國就不答應了，包括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你能干涉黎巴嫩，你能干涉伊拉克，你哪天那不就能干涉巴基斯坦了嗎？這巴基斯坦自己國內也是各種派別都有，俾路支是不是？還有什麼塔利班？或者你哪天你伊朗高興了，你也來搞一把，那誰受得了？兄弟還做得成嗎？所以說，伊朗在干涉別人內政，那周邊再好的兄弟也不能容忍，伊朗就對吧？師出無名。你看人家伊拉克是自己清除什葉派武裝，所以說你看這個抵抗之湖基本上沒了。就剩下哈馬斯，本來以色列就在打，剩下一個胡塞武裝，而這胡塞武裝也是沙特要支持也門政府要對付胡塞武裝，這個也很有意思啊。沙特支持也門的政府，阿聯酋是支持也門的一個反对派，大概是或者什麼武裝。這個胡塞武裝那恰恰是這兩股勢力之間的，所以說你說就這麼個也門也非常複雜。那伊朗就支持胡塞武裝這麼個事，所以說你從抵抗之湖來說，已經被特朗普確實給剪得七七八八了。特朗普一邊在跟朗子在談判，是吧？霍爾木茲海峽，在諒解備忘錄，在什麼技術性談判等等，但是他外面的他動作沒停，他給伊拉克施壓，讓伊拉克去收拾什葉派民兵，給黎巴嫩政府施壓，讓黎巴嫩政府去收拾真主黨，給錢，把這種外部矛盾變成他們國內的矛盾，讓國內政府自己去解決，這一下外交壓力就小了。那反過來你看伊朗，那他的空間就越來越小，他的小弟基本上是奄奄一息。那具體情況咱們還要密切關注，這幾天恐怕都是葬禮上會不會出現事故，這很難說。伊朗每次搞大型的葬禮，那都有很多人要陪着一起去的。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